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戏剧大舞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回顾40年来，沐浴着时代春风，伴随着发展脚步，中国的戏曲舞台姹紫嫣红的景象。今天我们的舞台上呢，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也是我们上海观众最熟悉的来自少柏的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著名越剧演员吴凤花、吴素英还有张玲。这位是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现在呢也是少柏的艺术顾问朱伟总。朱老师你好。那么这位老朋友了绍兴小百花的团长陈体高，陈团长你好那么第3位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们上海朋友太熟悉了，我们著名的演出经纪人许佩玲老师欢迎大家的到来。说到这个上海和少柏我觉得特别有缘，因为你们每一次带戏过来，我觉得都是特别轰动的，上海观众都特别的喜欢。你们还记得吗？第一次来上海演出是什么时候？1986年，少柏第一次建团以后，对，进上海是带着第三旧母和主奴联姻你还记得当时的这个观众的反应吗？小绍兴的小花们，第一次来到大上海，应该是战战兢兢的。好在呢，我们的领导让我们壮胆，说跨过钱塘江，走进黄浦江，然后老一辈艺术家都在现场。我想作为我们学戏3年，一直是看着老师的资料，那么非常荣幸能够首次到上海，那些老艺术家都在现场，是既开心又紧张。战战兢兢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什么都不懂，真的什么都不懂，尤其是面对这些热情的观众，他们的这些反应，还有一些是媒体的这些采访真的什么都不懂。媒体在采访我还说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没有做什么，而且我是刚刚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一个演员，初露锋芒的演员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锋芒，反正就是觉得我自己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演员，为什么要采访我？真的是有点就是不敢接受，还不知所措。没想到这个10几年后面会成为这么受欢迎的大名鼎鼎的几朵金花也不敢说，我一直说少柏建团32年来，一直是可以这样说，上海观众是看着少柏成长。对，我们的无论是传统剧目也好，移植的，包括近期的原创剧目也好，都会来上海，向上海观众做一个汇报演出。似乎上海这座城市跟绍兴特别的有情缘。其实少柏之所以在上海形成，大家说少柏的现象也好，在台观众大家追逐也好，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任何事情它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度，这个认知度的过程就是每年能够坚持到上海，而且每趟来呢，当然自家要演个戏，我觉得这30多年来，大概真的不是我接的大概没几趟，基本上大部分戏部侪是的，我来引进到上海到来做。我感觉伊拉一步步走过来的路，实际上是他们这支队伍的整体的一种风格，包括给观众做印象，而且他们不光是自己带着自己戏在演出，跟上海的观众也始终保持一种互动。那么这32年以来，我一直都有这么一种感受，就是上海绍兴真的是一种城市情缘。从我们刚刚阿爸说的第一台戏，咱们86年的《劈山救母》，到那次咱们徐老师做的那个城市情缘走进四国的那个几场戏的演出，走到今天每一次的上海演出，上海的观众检阅了绍兴小百花团队，绍兴小百花团队的成长历历在目，他们关注历历在目。所以上海的观众对我们绍兴小百花团队也好，特别是我们作为院团之间，上海越剧院对我们绍兴小百花团队的这种相互之争的这种情感，真的是难舍难分。朗朗有序，语不
文武兼备一直是绍兴小百花的特色。无论是最初来到上海演出的皮山救母，还是之后的陆文龙、穆桂英挂帅等，绍百都很好的发挥了这一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绍百人也在探索新的艺术道路，而选择文人化的剧目建设成为了前进的方向。这些年我们发现绍百似乎也在走着这个文人化的这个路线，比如说之前演的那个屈原，还有这个最近10月份即将要和这个上海观众见面的那个王阳明。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是不是说明我们绍百也逐渐的注重一些内在的冲突？我觉得绍兴小百花现在这个粤剧这样排练大量的，他们特别近一段时间呢排练了好多台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粤曲，我认为啊。我觉得这也是粤剧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种艺术、从文化性上不断提升的一种必然属性啊。它从早期的这些比较接地气的、比较平民化的这样的大量的戏曲，都走到今天，注重它的文化性，是吧？注重它的文化内涵。我觉得这条路非常好。对于小百花和这绍兴小百花，他们也有这样的能力，也有这样的就是艺术的这个追求。我觉得将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我是这样的希望。那么我们也来说说这个屈原好不好？就是简单说一说，因为这个是尹桂芳老师的这个代表作，这个里边的天分更是被誉为是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啊。那么阿花用范派来塑造这个屈原，当时这个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从刚开始要排练，就是决定要排练屈原这个题材，就是对绍百来说，包括对我本人来说，毫无疑问难度系数很大。因为从剧团的储备也好，从我个人的舞台实践积累也好，包括这个历史人物在我们粤剧舞台上，可能是真的是只有尹老先生现在仅仅留下天问的这样一段，我也没有看过。当然就是在排练之初也看了大量的其他，包括舞剧也好，话剧都有看。但是作为我们粤剧，作为绍百来说，如何演绎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挑战。
尝试着演一些文人，其实说到底，一定程度上也是跨行当。那么我不可能把孔雀里面的唱腔移到屈原来，我也不可能把最经典的梁祝里面的唱腔整段套到屈原，似乎好像没有这个可能性。那么那时主创团队也应该说是用了非常的用心，对我来说也是抱着或者说等着接受批评的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因为也是第一次尝试全文戏，而且这个人物包括导演对这个戏的定位、风格定位、一戏一格的定位，其实对少白来说有很大的一个难度。说到底，很多人会说好好的小生不唱，你非得去那样，很多人不接受。但是我自己来说，想努力的去尝试着突破自己，在经典传承的基础之上，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舞台实践，塑造就是也许我本流派没有出现过的这样一个舞台人物，也许少白来说也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啥？要练出秀发能量。安婷10年革新秀发能量水，2V 新纯配方，含3大秀发营养，能量满满，丝丝强韧，全新安婷。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New Era, Shared Future.空气中的脏东西时刻威胁孩子的健康。全新舒肤佳稀有清爽，极具燥热感，12小时长效抑菌，健康又清爽，安心护全家。屈原是成功了啊，但是新课题又摆在大家的面前，就是现在大家推出的这个王阳明啊。那么陈科长，据说这个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啊，这个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而且都很坚决的，是不是？这个王阳明，用了2年的时间，从我的记忆当中，从我的感受当中，可能我担任团长以来拍戏最艰难的、最复杂的，就是王阳明。能说说原因因吗？为我们心太大。朱伟忠老师也这样批评过我，心太大，怎么一下子从屈原跳到王阳明？像王阳明这个人物真的特可爱，可爱之处大家不认识。王阳明现在的一个思想家、军事家、哲学家，这样一个大的题材，用我们越剧的形式去上演，作为女子越剧团要上演这样一个戏，跨度太大，难度太大。所以我们足足用了2年时间，从题材到最后落地排演，到最后要停下来开演了，已经卖票了，然后停下来，为了更进一步的能够在观众有一个新的一个感受，停掉。绍兴小百花团队从来没有过，但是这一次的排演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王阳明之艰难以后所出现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在舞台上的给人感觉的不一样的越剧。那么阿花呢？你说屈原已经是突破了，那么王阳明又是什么呢？人家说我是自找麻烦。按理说，其实我大可不必去这样折腾哈。屈原我还可以继续演，可以继续跟他有更多的亲密接触机会。那么我觉得，作为当下的文艺创作，包括我自己在团队里面，我觉得希望我们有那么一种引领的意识，也会让自己跟自己说，我应该有一些社会责任。我想作为中生代的越剧演员，我不光是要传承好经典，我想接下来的更大的一部分任务，应该是做一些原创剧目的尝试。那么既然有那么好的机会，我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然说跟孙悟空西天取经那样哈，道道关口，道道障碍不断，
陈团在说，我们已经出票临时叫停，就是对乐团也好，对我主演也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首先我想是调整好自我的心态。因为在王阳明这个剧组里面有很多就是不为人知，我们剧组里面是师生同台，母女同台，反正该出的，该上的，全都上了。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如何区别于趣？对，怎么展现这个思想上？而且心学文字上知行合一，看似这4个简单的字，你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接地气，都有一个过程。这也是当时你们喊停的原因，是不是？我想作为领导站在宏观的角度，跟我们从艺术创作的这种观点是有一点点小分歧。我想临时叫停对一个剧来说也是负责的态度。我想为什么这样说？绍兴也在努力的做好阳明心学这一篇大文章。那么作为绍兴的培养出来的一个国办院团，有这样一次原创剧目尝试创作的机会，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做得好一些。所以临时叫停
事后想，刚开始接受不了，也哭过，陈团也无奈过。那阵子叫停，陈团也是焦头烂额，他头发也有，头发是比以前要白了感觉，形象不是，确实是愁白了，对，心里受挫，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观众，又要说服统一员工的思想。但是不是有一种就是说志在必得，我破釜沉舟，我一定是要拿出一个最漂亮的成绩，我才能面对观众。我想有些事情怎么讲，越是难的，越有一种想挑战吧。对，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展现好。哎呀，真是信心满满啊！那么再说起来呢，这个王阳明这个人物毕竟是你说有历史记载可查，很多资料可以查，但是里边有个楼林的这个角色是完全是就是杜撰出来的，是吧？啊，那么我们阿苏又是怎么去演好这个角色的呢？其实对于排练曲原王阳明这样有文化底蕴有历史厚重感的这样的戏，对我们少白整个团队来讲，对我来讲其实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历练的过程。说的浅一点吧，你至少必须对这个剧本你得去尽可能的理解，对这段历史去尽可能的熟悉。那么罗琳这个角色呢，是编剧在这个王阳明一剧当中他是创作出来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物。那么他戏份很少，出了3次场，短短的3次场，但是呈现给观众的，呈现在舞台上的，他就能够让观众一目了然他这个人物的一生，尤其是对王阳明的他的心学的形成，我想在某种程度上他也会有一定的触动。我领有凝望的声音，要我好好劝劝你这位亲民之辈的做他小师兄。兄之名
不好意思，我们为您升级到了头等舱。幸好你选了海飞丝，远离头屑、头油、头痒烦恼。好巧，随时开秀海飞丝。你好。我今天是自己过马路的。空气中的脏东西时刻威胁孩子的健康。全新舒肤佳稀有清爽，极具燥热感，12小时长效抑菌，健康又清爽，安心护全家。有一种颜色，当它源源不断，就能为生命注入生机。为他人着想，捐献热血，分享生命。不要只洗发，要练出秀发能量。潘婷10年革新秀发能量水，2V 精纯配方，含3大秀发营养，能量满满，丝丝强韧，全新潘婷。我是天籁家，有我才有家。我是家。走进经典，艺术人文频道。那么在说到这个导演手法上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个创新的成分啊，特别是就是让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不那么越剧化啊，有很多观众有这样的评价。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大概绍兴小百花20届的中国艺术节，他们参加了4届，马龙将军，还有曲原，还有那个狸猫换太子。今年的王阳明，其实这个几个戏对少白来哈，对上海粤剧上海的粤剧观众来讲，其实除了狸猫换太子，大家还是感觉有一点，因为京剧也有狸猫换太子，但是其他的戏其实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提高，不是在一个才子佳人的这个基础上。那么我觉得才子佳人好像就是粤剧，不是才子佳人的戏就不是粤剧。这个想法，我觉得我昨天也跟陈团在沟通，我觉得其实王阳明、曲原的出现，其实应该看到是一个剧团在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对剧种有一个提升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上海人讲，那属于对视中国，对吧？但是我感觉要走好搿步，让观众能够实际能够环境当中认可搿个过程，它是其实对剧种的一个发展的推动，它不是对这个剧种去进行一种消沉的这种感觉。那么说起来，我们刚才阿素还有阿花都说了，对于人物的塑造，这里边有一个人呀也是特别的辛苦，就是我们的张玲，一个人要分饰多个角色，是吧？在舞台上是疲于奔波啊。那么一个人你算过没有？到底演了几个角色？有4、5个吧，5、6个。为什么都要你一个人演？有名有姓的应该是4个。这活是主动揽的吗？还是怎么样？王阳明啊，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少白排过来是场面最大的一台戏。因为曲艺团的老师和学生们都上了，我们第一幕的那个学生就是阳明的弟子就有40位。
我想曲艺团的老师们都上了，我作为少百的一员，我肯定得上4朵金花之一。对，而且我刚刚排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多，其中有一位演员突然怀孕了，然后他的杀手，他的那个土著舞啊，也交给你了，也交给我，因为杨导对我比较放心，知道你多才多艺，所以我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确实很多，他跟我主演一样忙碌，几乎每一场都有的。在这个王阳明里面，我们最多的一个群众演员，他换10次做，就是演10个不同的角色，对，换装，然后10次，对，所以说可见这个场面之大是吗？在这个戏里面，其实虽然我是主演之一，但是他们这些群众演员的辛苦度比我要多得多。说起来，其实张明在舞台上也是位非常成熟的演员了。那么这一次做这么多的这个配演工作，那么你觉得对你的艺术道路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收获呢？其中在彩排完了以后，有同行有老师们，有很多是为我点赞的。他们说梅花奖演员来跑龙套确实不容易，但是也有好多的声音吧，就是说你作为一位梅花奖演员，你去跑龙套会不掉身价。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在舞台上，不管是大人物也好，小角色也好，主演还是龙套，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可能龙套你在跑的时候会心里的压力会少一点，主演的话会怎么说呢，整个状态啊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在舞台上每一个人物龙套和主演，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都是要用心用情投入的去演，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气血一振，一振长木兄，两字，生字下去。看不就两个
这个王阳明呢，大家知道他是大思想家、大文学家，所以他也是留下了很多的这个理论和文字。听说我们这个剧里边就引用了他的很多诗词，而且你们也慢慢的爱上了王阳明的诗词，对不对？我们在这个3位演员能不能每人说一句他的诗词，并且说一下为什么喜欢？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就刚开始的4句。词可能从某种意义上理解起来的话，你可能会跟你的人生，或者说你曾经遇到的某一件事，你会结合起来的话，世上有善恶，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圣爱秀子胜人心，这句话其实我开始的时候真的也不十分理解不懂。那么我的理解呢，就是圣人的爱，他到一定的人，像王阳明，他到一定的他的心学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他就成为一种像圣人一样的生，他的爱也是圣洁的。它不仅是一种情爱，对，它不仅仅是这种，它是对一种世界的爱，对人心的爱，对生活的爱，它是一种大爱。我是喜欢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你想到什么就要去做，这个才是做人最要紧的，不是光是想不去做，行动和你的思维相结合。我是最喜欢阳明心学的地方。
几分爱，四分情，几分情。恭喜我的烽火烈焰，烽火烈焰，一方一方的烽火烈焰，不好意思啊，我们为您升级到了头等舱。幸好你选了海飞丝，远离头屑、头油、头痒烦恼。好巧，随时开秀海飞丝。数万时代步入创业江湖，我的这个创意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方式，值得用一辈子去奋斗。高楼上展，强手微笑，你不能给他一点活路，他不能生存下去。光圈、眼影、万年组合，披荆斩棘，不是你的敌人。无论失去你还是失去自己，我都承受。理想、爱情，闪耀创业之路。10月12日起，东方卫视《创业时代》为梦而战。新飘柔香氛洗发水，甄选意大利天然香氛精油，秀发灵动柔顺，洗完自带香水味。新飘柔香氛洗发水。靠着一双手，分享生活吧。水粉。走进经典，艺术红门频道。不要只洗发，要练出秀发能量。潘婷10年革新秀发能量水，4V 新纯配方，含3大秀发营养，能量满满，丝丝强韧，全新潘婷。2018新米兰第6届上海国际木偶艺术节，11月1日到6日，9个国家，15部剧目，30场演出，精彩荟萃，高潮迭起。订票热线：0216-5334-5200，6334-5200，带上孩子，与我们共享木偶盛宴。我今天是自己过马路的。空气中的脏东西时刻威胁孩子的健康。全新舒肤佳稀有清爽，喜剧造血感，12小时长效抑菌，健康又清爽，安心护全家。地处甘肃省西部的敦煌，曾经是中外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中国与世界接壤的城市。它历经几度盛衰，融汇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及中亚等古文明精髓，孕育出璀璨的敦煌。世界艺术之旅，走进敦煌。虽然是不是美人眼，
送一句话好不好？给我们这个剧组也打打气，给我们的演出祝愿一下。我想10月23、24在美琪大戏院，我非常欢迎粤剧的老观众、新观众，粤剧的戏曲界的同行都能够走进王阳明的演出现场，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上海的观众，包括喜欢我们少柏的观众，已经熟悉了我们少柏。那么，看了我们很多的传统剧目，那么希望对我们的原创剧目也越来越喜欢。10月23号、24号，美琪大戏院，王阳明不见不散。希望你们10月23、24走进美琪大戏院来看我们的王阳明，看了我们的王阳明，要为我们王阳明的龙套演员点赞。太好了，肯定点赞。这是团队是我接绍兴小百花人数最多的一次，大概要将近说120个人，这么一个团到上海来演出，而且集装箱车子这么多，我呢只能作为一个地主之谊，也是这个戏的承办单位，就是我希望我们这次把票房做好，把那个他们整个落地接待我完成的更加顺利啊！非常感谢咱们徐培林老师刚才说的这一番话，因为也感谢上海国际艺术节能接纳我们绍兴小百花团队4次参加这样的一个结会活动。那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把王阳明演好，也希望能够受到你的欢迎和支持和鼓励，更多的是指导。谢谢。王阳明是一出非常精彩的新编的这个剧目。我觉得它不但会给我们带来艺术的上的这种审美享受，更多还会给我们带来对粤剧未来发展、舞台的呈现、技术的转型一些新的思考和新的展望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一定来看这出戏。对，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啊，电视机前的这个后花园啊，能够呢亲临剧场来支持这个绍兴小百花，来欣赏小百花带来的姹紫嫣红。那么我们也衷心的祝愿我们绍兴小百花呢，在新时代里能够越来越美丽。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戏剧大舞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